你敢袂知吗？你敢袂听见吗？永永伫地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伊无野也无善，伊的智慧无通测度。野善的，伊互伊能力；软者的，伊加添伊的气力。少年人也会野会善，勇壮的人也会跋倒。独独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体势飞悬，因走也无野，行也无善。各位兄弟平安，咱做伙来吟圣诗184首，上帝听痛，哪会遐大？请大家起立来吟。咱犹原徛伫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就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时价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得过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
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44篇，就是以赛亚书40章。恁的上帝讲，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罪已经行清楚。有声话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大家山谷拢要天互甜，弯弯的要改互直，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一声上主安尼亲嘴宣布，有声讲你着宣布。就讲，人拢亲像草，草会焦，火会烧。这声，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焦，火会烧。报好消息互锡安的人啊，着上关山。着大声喊，毋免惊。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官灵来临。看，伊手倒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一声，伊要带遐个牧羊仔，是恁的养母，稳稳啊行。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伫万人中竞选了阮，互阮有份做你的囝儿，成做你的大家庭的一份子。阮伫遮为着家己过去一礼拜的罪，甲众兄弟姊妹做伙来承认，恳求你赦免阮，嘛时时提醒阮，靠阮家己的力量，阮无法度甲罪来对抗。阮需要圣灵的力量，共信兄弟的扶持甲鼓励，求你互阮会当一日一日更加顺服，更加瓦靠。启示录记载的白加摩教会。设伫一个充满妙事甲偶像的城市，现主时的台北市，嘛亲像古早时的白加摩，四界拢有妙事甲神坛。台北人心无平安，但是找毋着神去拜，所以徛起伫台北市福音的市场足大。阮的责任搁较重。求主帮助阮教会伫社区内，成做你的代表甲见证人，互人们成做福音的基地，去因厝边隔壁来加入阮。阮毋望家己会当承担即个职责，恳求你差派阮。伫福音的门为阮大开的时，台湾即马嘛面临国际经贸的战争，甲国内政治的纷扰。求主帮助阮。对其中，互阮会当对其中会当看出你的旨意，坚固阮的信心，引带阮平安通过遮个考验。阮相信伫你的业里，这一切拢会当成做上帝国扩展的机会。阮毋望有充足的信心，总是无够业。阮不断伫主你的引带内面学习，增加阮的信心。
互阮来赢过各种生活中的困难甲肉体的软症。阮今仔日的敬拜，所有的参与者，拢是要对你讨你的欢喜，归荣光互你，求你欢喜阮的所做。阮安尼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学乐请圣歌队，今仔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是《万米学乐》。
圣经启示录第2章12节到17节，我来读。恁着写批互伫别加摩的教会的使者讲，迄个有生命来会剑的，伊的话讲：我知你所住的位，就是撒旦座位的所在。你持守我的名，也袂捌毋认你的信我。伫安提帕的日，伊就是做我的干净尽忠，伫我的受抬伫恁中间，就是伫撒旦所住的位。若是我有几落项要责备你，因为伫你遐有人持守巴兰的教。早巴兰捌教示巴力，将他家的米撇伫以色列子孙的面前，互因食祭偶像的米。煞惊奸淫，亲像安尼，你也犹原有人持守尼哥拉党的教，所以着反悔。若无安尼，就我紧紧到你遐，要用我的喙的剑，甲因交战。有耳孔的，着听圣神甲遮的教会所讲的。得胜的人，我要用看目的玛纳互伊，搁用白的石互伊。就顶刻新的名，收的人以外，无人捌伊。今仔日廖继成牧师要讲的题目是分别为圣的教会，请廖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别加摩伫地理位置顶面。虽然咱对这个图来看，伊无亲像以弗所，也无亲像苏米纳的要紧，但是对伫历史来看，别加摩却是亚细亚省上界伟大的城市，因为别加摩一直以来是亚细亚省的首都。这个圣经所讲亚细亚省，就是今仔日的土耳其，别加摩是亚细亚省的首都。如果讲以弗所甲苏米纳是交通甲商业的中心，若是安尼，别加摩咱会当将伊看做是政治甲文化的中心。尤其是城内的图书馆甲宙斯神庙，拢是用真大的规模甲真出色的建筑，成做全世界仰目的建筑物。如今，如果咱去到土耳其，要来看别加摩这个遗址，咱已经看袂到这个宙斯的神庙，因为这个考古所挖出来，这个遗址拢已经刷到德国柏林的别加摩博物馆。所以，如果你今仔日若要去到看别加摩，你毋是去到这个土耳其的所在。你反倒爱转去到德国的所在，因为伫德国有别加摩的博物馆。这是宙斯神庙原来的原来所在，就是有种3丛大树，讲原来这个神庙就是伫这个山顶这个所在。咱通过对别加摩这个城市的认捌。咱会当理解耶稣写批互别加摩教会所讲撒旦的座位，这是甚物意思？别加摩是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尤其是起伫山顶这个宙斯的神庙，每一遍当祭典伫举行的时阵，举行祭典了后，就线接淫乱的宗教仪式，也透过偶像的崇拜，建军伫所谓文化的背后。所以别加摩教会的问题就是，有真侪异教的活动，有真侪遮的行奸淫的方式，对伫因当时的社会来讲，这是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文化的一部分。再来看，好。
宙斯神庙啊，咱咧看这个投影片的电管这个所在，右上角这个所在是一个模字形的建筑，吼、模字形的建筑，这个好在就是一只椅仔共款。这个模字形的建筑中央是一个祭坛，两边是这个椅仔的扶手。白加摩的教会就是处伫这种的城市的内面，因面对极大的引诱是，我到底是要坚持信仰来面对压迫，还是我来认同所谓的社会文化？我的信仰因为安尼变了调。咱来看耶稣怎样来形容伊家己。耶稣讲：我的嘴的钱甲因交战。其实伫启示录中，主耶稣基督用一把全新的图画向咱来显示出来。启示录1章16节安尼讲，约翰描写伊所看见的耶稣，讲伫伊的正手7粒星，对伊的嘴吐出双面来的剑，伊的面貌亲像炎日射出光。19章15节，有来剑对伊喙中出来，来拍喙，来帮伊也要用铁管管理伊也要大专营上帝大受气的咒屈。了解啊，兄弟，咱定定错估形势，咱高估上帝的疼，无毋对。上帝是温柔、慈悲、谦卑的，但是咱千万也毋通袂记哩，咱的上帝常时也是公义的上帝，伊要施行伊的审判甲刑罚伫全地顶面。约翰所描写耶稣基督的形象，就是上帝公义的形象。这种的形象，咱会当对罗马的兵丁因所配的剑来理解。罗马的兵丁使用有2种的剑，第一种就是咱现在看到薄型的剑、薄薄的剑，主要是伫瓦身伫烧战所用。咱再来看另外一种的剑，是2面的来剑，迄个形状亲像是铁锹共款。用这种的武器会当来对抗更较侪的敌人，因为当你举这种的剑，敌人来拍过来，是真容易会当将人的手、人的头斩断骨头来刺入骨髓。这种重型的武器也亲像指的剑，就是圣经耶稣基督所讲喙中的剑。希伯来书4章12节，因为上帝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双面来的剑较利。既若神甲魂、骨节甲骨髓无毋刺入破开心内这念头甲主意，也无监察。了解啊，这咱真容易一厢情愿，将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定位伫温柔慈悲的一面，因为无毋对，这种的形象是咱真好通接受的形象啊。但是咱真挑故意，或是咱无愿意去承认，就咱去道谢的是耶稣基督公义审判的一面，因为这是咱代替咱所无愿意接受的形象。但是你敢知，恐惊耶稣会用这种的剑对付遐个无法度分别罪性的教会？拄拄好亲像白加摩的信徒，因住伫地狱的入口，伫迄个充满偶像崇拜、淫乱的环境的内面，但是这群信徒必须住伫遐。耶稣基督同情因的遭遇。耶稣基督讲：我知恁所处的环境是撒旦的作为，但是主耶稣基督袂忽略因的过错，
伊无容允咱为着家己的妥协来找借口。了，即个这真侪时阵，咱习惯用真侪的理由替咱家己的无敬虔来辩解。咱会讲这是环境的问题，这是社会的问题，这是文化的问题，这是属灵气氛的问题，这是人的心的问题。咱定将这个事当作咱之所以失败的借口，但是真奇怪，就是有问题。为怎样将来毋是你家己？宣教师施达德，伊讲过一句话：有人希望住在教堂终身不绝于耳之处，我倒愿意在地狱隔壁开一家救援小铺。别家摩的基督徒，因所踮的所在是地狱的入口，但是因必须住伫遐，无法度搬开。咱可能会有疑问，讲为怎样？若环境遐尼无好，若属灵气氛遐尼无好，若人的心遐尼无好，搬走就好嘛。咱会感觉讲，即阵的基督徒，伊哪无爱选择离开迄个所在？但是用阮牧师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说。若是安尼，我要请你甲我讲讲，伫即个世界，什么所在是天堂的入口？什么所在是地狱的入口？你若讲你无爱住伫地狱的入口，若是安尼，你甲我讲讲，伫即个世界，什么所在是天堂的入口？什么所在是咱会当搬去遐来住的？咱要知影，撒旦是即个世界的掌权者。掌权这个世界，这个事连耶稣基督拢无反驳。别家无信徒所面对的问题，毋是赶紧搬厝去到所别的所在，乃是如何伫这个世界属伫撒旦管辖的所在来分别做成，为着荣耀上帝来活，为着荣耀上帝来死。同款的问题，如果咱掠做家己是住伫天堂的入口，却袂记哩，其实咱是伫地狱的入口，忽略了咱应该是世间的盐甲光。咱煞互撒旦伫咱的心中来掌权，若是安尼，主耶稣基督所讲，伊喙中的来剑，这个来剑所要对付的对象，就是你甲我。当然，别家无教会有伊的优点，伊的优点是互主耶稣基督所称赞的。主耶稣讲恁坚守我的名，恁无弃杀我。主耶稣称赞两件事，伫别家摩的信徒安提帕的身上，充分得到应验。主称安提帕是做我见证，搁尽忠伫我的。这实在是一件真稀奇的事。你敢知影？伫教会的历史2000多年来，从来无人知影安提帕是甚物人。安提帕这个名是伫圣经，是伫其他的历史拢无提到的。但是主耶稣基督讲伊捌安提帕，主耶稣基督特别纪念，特别提起伊。一个全世界的教会拢毋知影的人，却是主特别注意的。人可能毋知影安提帕是甚物人，但是主讲我永远无袂记哩伊，而且主提伊的名来做纪念，讲起伊的忠心。圣徒的死，伫主的目睭中是何等的宝贝。主耶稣基督何等注意甲纪念遐为着伊的名来顺道的人。安提帕这个字，这个名，有伊特别的意思。安提的意思是反对，帕是所有的人。
换一句话来讲，安提帕这个名伫讲什么话？讲当所有的人反对主的时，安提帕讲，我就反对所有的人。当所有的人反对主的时，我反对所有的人。顺道的人是主看做中心的人。马太10章18节，搁你也要为着我的缘故受拖到总督甲君王的面前，来做干净伫因甲外邦人。21节佫讲，兄弟要将兄弟送交去死，爸款待囝也安尼，囝儿要起来攻击爸母，互因死。你敢知影教会2000年来的历史是甲世间人怨恨咱连做伙的？既然接受主的名，咱就互说个世间所怨恨。人要将咱拖到死地，迄个拖到死地无一定是死，但是拖到死地伫提醒咱爱避办。就算死，也爱为主中心。除了优点肯定白加摩教会，主耶稣基督也对白加摩教会有伊的责备，主要2点。第一是提守巴兰的教。巴兰的故事记载伫民数记22章，简单来讲，就是以色列的敌对的国家摩押用金钱来乌西巴兰。请巴兰用尽一切的方法来咒诅以色列，但是无拍算，巴兰却发袂出咒诅的言语，所发出咒诅的言语反倒转伫祝福以色列。最后，巴兰献上伊的建议，就是用女色来迷惑以色列百姓，引诱因敬拜偶像。所谓巴兰的教。就是互偶像甲淫乱的行为进入咱的教会。事实上，认为你敢知影有2种方法会当毁坏教会？第一种方法叫做外来的溃烂，但是外来的溃烂要毁坏教会并无容易，就亲像即马的中国面对基督教的迫害，面对宗教的迫害，这基督徒常常以为因会当用军事武力、用政治的力量来迫害、来消灭基督徒，但是这无法度，这无简单，因为顺道者的火真做灌压教会重大的争执。教会哪受压迫，就哪亲像互火炼净的金仔，哪显发出教会的价值。牧师以前牧会的教会，我伫1996年毕业了后，被派到高雄县，迄当阵叫做高雄县的味道乡，咱捌听过这个所在？味道乡。伫阮的教会有一句话安尼讲，魔鬼闹愈兴，教会愈起愈大间。魔鬼若愈甲咱迫害，教会就愈起愈大间，愈起愈大间。阮的教会有一个信徒，伊毋是啥物宣教师伫遐建立教会所以邀请伊来信主，毋是。伊本来是一个拜10分虔诚的人，但是咱拢知影海边的教会，毋知影怎足容易受到魔鬼的搅吵，所以伊的厝伫黄昏4、5点的时，厝内面迄个锅碗瓢盆就开始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伊有一天困起来，发现伊的头是转去骹只片，伊的身体有6种的癌症，拢是所谓原位癌，都毋是这个癌症炭起迄个癌症，毋是，是原位，本来就发生伫迄个所在的癌症。你敢知影安怎信主？伊是起几啊间庙寺来问神，最后拢无办法，伊去到一间庙寺，问当机
当机甲伊讲，你无法度，除非你甲人入教。好，讲你的情形，阮无法度处理，除非你甲人入教。所以咱知影讲，要压迫教会、消灭教会对外在的溃烂，迄是真无简单的。但是有一个上好的方法，就是对内部来影响教会、混淆教会信念，来降低行为的标准，拍乱人的信念，就扰乱人的行为。今仔日咱的教会普遍有这种的现象。如果咱开始感觉讲童贞女在圣母玛利亚怀孕生囝，甲耶稣基督的告话是相对的真理，迄可能是宗教的语言啦。迄可能只是一种宗教语言的描写方式啦。定，咱若甲伊看做是相对的真理。若是安尼真紧，你就会感觉讲婚前守贞，这嘛是相对的真理，无一定爱安尼啦。而且也讲起巴兰的思想迫害别家无教会的方法，就是对内部的破坏开始。你敢知影？咱有当时拄着外面的，比如讲 COVID-19， 咱拄着这个病毒是对外面来，虽然会互咱感觉真受苦，但是咱还阁有对抗的方法。但是你敢知有一种对咱内部发生的变化来伤害咱的，是咱到即摆还无真好面对的方法，这是甚物货？癌症嘛，敢毋是？迄个对内部，对咱家己的细胞，迄种的变化，迄种的影响，是咱无法度对抗。记住是好亲像尼哥拉一党。咱到尾可以记哩牧师第一遍来咱的教会伫讲为听悔改以弗所教会，咱有伫讲起讲以弗所教会痛恨尼哥拉党的教导，痛恨因的生活方式。但是伫遮咱看见别家无教会愈大的问题，是因接受尼哥拉党的生活方式，因接受尼哥拉党的教导。若是安尼，咱就会看见讲对教会有产生甚物款的结论。第一就是会影响教导，会影响咱的生活方式，信念影响咱的行为，信条塑造言行。所以当咱的行为出现问题的时阵，咱就爱看咱的背后出现了甚物款错误的教导。信念若偏差，咱的品格、咱的言行就会产生偏差。第二，这种的教导将犯罪变做合理化，高举文化超过信仰，讲起圣经也是文化的产物。所以好亲像咱若将某一项事甲文化相甲结连，就好亲像会当质疑，也好亲像会当改变圣经的内容，敢若讲现代文化的事。所以就是这种的教导对内部来影响别家无教会，这种的教导伫福音的顶面，伫福音的标准顶面来讨厌。教导会当安尼讲，现在安尼做拢无要紧，所以教导就影响咱的生活方式，将犯罪来合理化的行为，是一件真危险的事。当基督徒敢若想着要得到社会的肯定，当基督徒开始毋是去思考咱要怎样得到上帝的肯定，这敢要是基督徒？耶稣甲咱共款拢是人，但是无亲像咱，伊无犯罪，伊无一遍为着要受接纳来讨嫌。耶稣基督从来无为着接纳，要受人接纳来讨嫌。别较无有这种似是而非的教导，就是讲咱必须讨嫌，才会当生存。
才会当得到人的肯定。若是安尼，耶稣基督对这个人有啥物款的劝告？耶稣基督讲：你来离开即种错误的教导，你来赶紧反悔，爱赶紧悔改。你必须将即种的观念对教会中完完全全来消除。你必须反驳即种的教导，唔通甲即种的教导有任何的牵连。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讲，你若无要扫除，我就扫除，我要互你机会去扫除遮的教导。但是你若无扫除，我要恁选择，我要用喙中的舌来攻击你。耶稣白加摩教会的批信，提到有两件事，这一直是解经学家一直以来的争论，就是稳重的玛纳甲白色的石头，这到底是甚物款的意思？以色列人相信，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因要得到享受弥赛亚所赐的恩赏。稳重的玛纳，意思就是上帝将人未捌享受过的福气赏赐予咱。白色的石头咧，白色的石头有真济的解说。有人讲，当时伫法庭顶面伫审判有乌色的石头、白色的石头。白色的石头代表无罪，乌色的石头代表有罪。也有人讲，当时的人会将白色的石头写一个神明的名，带伫心上来成做保护。也有人解说讲，这是男女两个人的誓约，伫石头或是伫宝石顶面写双方的名。事实上，伫今仔日咱真困难明白，什么是稳重的玛纳，什么是白色的石头，是什么意思？但是对背景来推测，你敢知影？当时你伫迄个异教的环境的内面，你做一个行业，你爱加入迄个公会，迄个公会就有一位神明，这个神明就是你要敬拜的对象。所以你若无参与伫迄个公会，你就无法度做生意，你就失去你的食物，因为你无通讨趁。若是安尼，主耶稣基督安尼因稳重的玛纳的意思是讲，主耶稣基督要赏赐遮的食物予咱，也就是讲，你若为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拒绝参加异教的宴席、职业公会的宴席，耶稣讲，我会赐你食物，我袂养治你，我会保守你。共款，你若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失去各种的朋友，被人排斥。主耶稣讲，我是你心内的人，我要将我的名甲你的名写伫石头顶面。了解下，这上帝伫撒旦的国度，将基督徒的人放伫迄个中间。今仔日的咱就亲像住伫地狱的入口同款的境况。白加摩的教会不只是亚细亚这个所在，老实讲，白加摩教会是今仔日所有的教会的情况。白加摩的信徒也是今仔日所有基督徒咱所面对同款的情形。伫这个世界，咱无有什么所在是咱会当迁徙、会当搬厝。所以，更较要紧的是怎样伫黑暗无有上帝的世界内面来分别做善，来得胜有存。不管是死是生，毋是为着荣耀上帝来计较。咱来看见这个世界，伫通过济济的学问，撼动咱的信仰，求上帝帮助你我每一个人，咱会当立志成做安提帕。当这个世界
当我所接触的一切，那反对主耶稣基督的时，我要成做迄个反对所有人的人。我上帝甲咱三个弟弟，咱同心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感谢你将阮放伫地狱入口的所在。阮也要亲像斯达德安尼讲，我要伫地狱的入口来开一间救援小铺。我在意，我要以所有灵魂的得救。主，阮知要伫这个世界来分别做成是无简单的事，因为迄代表阮甲别人无共款，因为迄代表阮毋是一个合群，毋是一个好亲近的人。都是主，阮的上帝，阮也知你对阮讲，阮也是因为你的缘故来受人拜託，生活拄着问题。主，你讲你要将稳重的玛纳，你要将白色的石头来互阮，你要将迄个食物来想事，你要将迄个关系来甲阮三甲建立。阮感谢你的恩典，特别阮的上帝当阮的教会来避拜明爷子，有新的牧师来到阮中间，甲阮同工来牧养的时，你帮助阮来思考，阮要建立什么款的教会？阮要伫你的面前领受你什么款的教导？阮也感谢你，因为启示录7间教会，你毋是对这7间教会个别的讲，你乃是讲正教会有耳孔的，拢着听。所以，阮也相信你是对南门教会，你发出你的呼吁，你的教导，帮助阮对这个教会三甲来学习，遐会影响阮离开你，遐会影响阮好协伫这个世界的，对阮的教会来除掉，阮忠心，阮要以军队你来过一个分别最善的生活，帮助阮也甲阮三个弟弟，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各位兄弟做伙起立来吟圣诗532首。我他感觉。
真济免奉献，请李新执事家持续来执事。会经我来报告。首先，咱今仔日真欢喜邀请到咱的代理小会议长，社区教会廖继成牧师来讲道，咱甲感谢。伫今仔日聚会煞要举行中级会，要伫6楼，请各位中级来劳部来参加。后礼拜要举行母亲节的即个下礼拜，所以花语堂伫暂停做伙来举行。伫礼拜中间要来颁发即个奖学金。团契消息就是，即个妇女团契拜六5月10号要前往大稻埕教会来参与母亲节的即个感恩礼拜，请报名的即个姊妹来注意时间来参加。教界消息就是，咱70届总会已经选出新的一个干部新的议长是潘文胜牧师，副议长是王宗仁牧师，书记是刘德兴牧师，副书记是陈明光牧师，会计是吴君阳个长老台湾师堂医要伫5月19到21要伫学校的大礼拜堂来举行青年信仰建造甲神学教育的即个教牧演习会。毋茫有兴趣的兄弟来报名参加。大岛的事项就是最近即个疫情有即个升温的即个情形，请各位兄弟注意家己的健康甲安全嘛请各位为着教会母亲节周边的各项事工来代祷。咱教会即摆咧举行即个灵修默想道家福音已经如火如荼咧进行毋茫大家当来收听咱即摆有华语版甲台语版真侪兄弟会参与即个事工的服侍请大家来踊跃来参加毋知有啥物要补充？有今仔日第一摆来咱教会的兄弟无？咱来行平安礼。Hallelujah.
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上帝祝福。当你通平安回去，我将恁交伫上帝慈悲甲保护的圣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宽免，甲咱正兄姊妹三个弟弟，对这点到永世大无尽。阿门。真济，别倒、避讳。